立法會繼續審議議席出缺安排嘅條例草案，進入討論千幾項修訂嘅階段。人民力量議員同建制派議員多次因為議會行為以及發言爭執，以審議進度係緩慢。戴祖儀報導。我而家鄭重嚴肅地宣布，人民力量反惡法嘅拉布戰正式開始。人民力量提出過千項修訂，建制派議員今次坐定定，以防再流會，各有各嘅方法準備長期作戰。黃國興繼續喺度寫大字，咁百厭都有嘅。我口誅筆伐，喺立法會邊一條條例，請住你指出，唔准喺會議廳用毛筆寫字嘅啫。黃毓民同陳偉業接力發言，引述書本上嘅內容，又分別用普通話同廣東話朗讀佢哋嘅修訂。在中文文本中刪去不正常遲緩嘅速率呢，就起住一個係催眠嘅作用。你係咪對於溫家寶總理即係講嘢嗰個節奏好反感呢？啊！我頭先講嘢快過溫家寶好多啦，大佬。我今天打算所有的發言都要學總理講話的語氣、態度，還有速度。黃定光議員瞓咗，我唔知佢有冇生命危險。大會先討論嘅係黃毓民就草案條文嘅字眼提出嘅74項修訂，例如刪除之或者起等等嘅字眼。點人數？建制派議員冇參與討論，間中有人離席，令到議事廳裏面開會嘅人數不足，要響鐘點人數。不過次數已經比上個星期大大減少。財政司司長曾俊華、特首辦主任梁卓偉等等多名政府官員輪流到場打氣。南方頻電視記者戴祖儀報道。較早前，公民黨余若薇提出押後審議被否決，建制派話做咗長期作戰嘅準備，而一啲本來唔得閒開會嘅議員都改變主意，表示會留守議事堂，避免流會。馮巧欣報道。喺討論人民力量提出嘅過千項修訂前，公民黨嘅余若薇動議休會待續議案，押後審議有關立法會議席出缺安排嘅條例草案。咁你既然你哋明知自己唔夠人，仲唔快啲支持咗佢？支持咗終於待續，起碼唔使樣衰啊！建制派而家就係扮演一個救火員嘅角色，佢哋仲可以無恥到咧翹埋雙手。當火越燒越旺嘅時候，就話啲救火員呢救火不力。支持呢條法例不是保皇，係保護香港人民嘅財產。你認為今天拉布嘥好多錢，我哋夠認為5C14局嘥咗香港好多錢咯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繼續動之以情。我勸過佢哋懸崖勒馬，勸過佢哋浪子回頭。琴晚我再問下自己，仲有咩4字詞語可以用呢？咁都唔係諗到好多。我最後都係只可以用一句同我本身信仰有少少唔同嘅形容詞。我希望佢哋可以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動議最終喺分組點票下被否決。我宣布議案被否決。大會正式進入討論過千項修訂，泛民主派議員離場杯葛會議。曾經表示唔會出席會議嘅李國寶同埋霍震霆都改變主意。我冇話今日唔會嚟，我聽下我有啲嘢係要做，但係我唔係好舒服啊！我今日我會朝頭早會喺度。咁下晝就喺度。咁夜晚咧？後晝都會喺度。都係立法會緊嘅。即係你真係會取消我每個會議留喺度。到時咧調整下。會議喺晚上10點完結，星期五早上續會。譚志源話，由於星期五內務委員會同財務委員會都會開會，可能會分薄開會人數，但佢強調開會嘅時間冇底線，會打持久戰。希望拉布嘅議員過1、2日滿足咗表演欲後，可以表決草案。歐寬頻電視記者馮巧欣報道。